氣方面，預測大致天晴，上晝局部地區有驟雨，日間酷熱，最高氣溫大約33度，吹和緩西南風。聽日仍然酷熱，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，局部地區有驟雨。太子珠寶鐘錶特約瞬間看地球，係由太子珠寶鐘錶及播威贊助播映。